说你要暂时与我保持距离，怎么呢？你说你思绪要好好整理，为什么？你说你爱已淡去不再有新意，怎么会呢？你说你怀疑是否该继续，那人们总是在波动里渴望得到安定，请给我一点心灵的寄托。刚刚熟悉却又抱怨日子是千篇一律，想摆脱，再寻求新的天地。我想说，其实爱情是很难说明，本来就这样。我想说，凭感觉自由来去，看开一点嘛。我想说，这一切没有逻辑可循。多无奈呢！我想说，这失落不必介意。我一直相信爱情应该是一种双方默契，平淡里来寻求相知和相惜。我明白强求会增添遗憾，毫无意义。只要你认为对得起自己，人们总是在波动里渴望得到安定，给我一点心灵的寄托。刚刚熟悉却又